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你要干嘛？晚上大排档。OK 啊，老地方见。大排档地址我发给你了，你一定要。江小宁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之一，顾川要是敢欺负你，我罩着你，你告诉我啊。你觉得我刚才的表现能够打动他吗？打动我了。哎，凯哥，小宁，徐总找你干什么呢？没有，他找顾总。哦，顾总呢？不知道，他一大早给我发信息说不用接他来公司了，应该是在家休息。哎呀，我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，他也不接。要不你去他们家看看去？我吗？那难道是我去啊？你是助理。哦，行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小宁，你先去买点吃的给他带过去。顾总家的冰箱需要补充补充了。好的。啊。老板，我不是说今天不用来接我吗？凯哥说打了10几个电话你都没接，让我看看你在不在家。他还说啊，你家冰箱需要补充了。你很闲啊。昨天的模型还记得吗？虽然粗糙，但比昨天的好一点，而且没有误差，可以给你打一个60分，刚刚及格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干嘛来着？我是想说，老板说的对，只要足够认真，就能做得更好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昨天的你不够认真，对吧？对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今天更认真一点。手机老板。江小宁，你死定了！不早了，快回去吧。谢谢老板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老师，不对，谢谢老板指导我做模型。那我先走了，老板，明天见。